干嘛？这首是哪？这首是你的呢？对啊，赶快去唱。我给同学几页？5页还是6页？5页哈。5页。4段。我找到我们的名单了，我应该来点名的。廖正梅。真的呢，周思如好，等一下，没有唱到的人单独唱，谁呢？我看金光明，有吧？早有啦，吹一首，有带你用单独表演，有啊，真的，每一首都有唱，他一首都真的很厉害的。有谁还没有站出来唱？等一下有那个师长还没唱。我有唱。超会哭。好，好，那这首歌坐着一起唱好不好？好，这首男生唱，我刚刚已经站在那边了，不来。你这个好折磨。大家都变得通信我在帮另外2个讲话。好，那字母哥一起唱，因为这首歌真的，这首歌是我练最久才录成功的哈，因为它真的有一点点难度哈。那但是你看而且他原唱者他原来是唱安多的音，然后把它改成拉萨音哈，所以同学们你也可以去听原来安多，它那个节奏更快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改成拉萨音呢，我就唱一个抒情版哈，所以我这上面是摇滚跟抒情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我们来大家一起来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一样先弹个